兒童版《西遊記》由幼師文化編寫，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。第34回，火燒盤絲洞。離開朱紫國，師徒4個人繼續向西趕路。一日，唐僧堅持要自己去化齋，佢嚟到咗一座幽靜整潔嘅大院前邊，但係發現裏面淨係得女人喎。唐僧猶豫咗一下，都係決定頂硬上，行咗入去。院裏面住7個女人，佢哋將唐僧請咗入屋坐低之後，仲搬上咗一盤人肉做嘅飯菜，當堂就嚇到唐僧呆晒。唐僧想走，7個女人即刻扯住佢，將佢綁咗起身，仲喺個肚臍度射出咗好多銀絲線，將成座院都封咗起身。悟空見師傅去咗成半日都未返嚟，就覺得唔妥啦。佢周圍去揾，終於就發現咗嗰座俾銀絲線包咗起身嘅大院。悟空嗱臨叫嚟咗土地神，土地神就話啦：呢度係盤絲嶺嘅盤絲洞，洞裏面住7個蜘蛛精噶，佢哋每日都要去附近嘅溫泉度沖3次涼。佢哋點解要沖3次涼嘅？為咗護膚養顏喎。冇幾耐，班蜘蛛精果然嚟到咗溫泉度沖涼。佢哋一路沖，一路就喺度商量之後要將唐僧蒸熟咗嚟食。悟空啊，覺得佢哋雖然係妖，但係趁人哋沖涼嗰陣時喐手，會壞咗自己嘅名聲。於是就變成咗一隻老鷹，將班妖精嘅衫全部都拎走晒。八戒知道呢件事之後，即刻就跑咗去個溫泉邊。佢咚一聲跳咗落水，本來想話教訓下班蜘蛛精嘅，點知就反而俾班蜘蛛精捉住嚟打。八戒打佢哋5個，想話上翻岸攞狗齒釘耙，點知班蜘蛛精即刻就放出咗啲銀絲線，將八戒纏住咗，包到實一實。蜘蛛精怕鬥唔過悟空，即刻就架起一陣妖風，投奔黃花觀嘅師兄啦。而八戒喺個絲網度左衝右撞，直到蜘蛛精都走晒啦，啲銀絲線消失咗啦，佢先至可以甩身。八戒跑返去之後，將頭先發生嘅事講咗俾悟空同埋沙僧知。3個人決定即刻去救師傅。3個人嚟到咗盤絲洞嘅時候，發現師傅俾人吊咗喺半空中，於是即刻過去將佢放咗落嚟啦。唐僧就話啦：啲妖精喺後門走咗啦。八戒即刻揾咗啲乾柴堆喺洞裏邊，一把火將盤絲洞燒咗。悟空呢就小心咁扶住師傅上馬坐好，師徒4個人繼續趕路啦。